世上崎嶇幽暗他照亮，寂寞絕望受傷，困倦迷途惆悵，盼望從天上知世上平和頌揚，歡呼高興世上共鳴，全地海天和應，基督真理生命今天賞賜豐盛，大地蕩漾眾讚聲，世上萬物來作證，紀念神恩廣闊奧妙世代共鳴。又到聖誕啦，好多人都知道聖誕節就係紀念耶穌基督嘅降生。但係大家又知唔知喺聖誕節之前嘅4個星期，仲有一個同聖誕節相關嘅節期，叫做將臨期呢？好，不如去問下啲同事知唔知先？你知唔知咧？喺聖誕節之前4個星期，有另外一個都係同聖誕節相關嘅之一啦。係咪 Advent 啊？將臨期？唔知。咁你估咧，將臨期會係啲咩嚟嘅咧？係預備耶穌基督降臨咯。救主就嚟會嚟咯。耶穌基督降生之前4個星期，俾人去到預備個心情去到迎接聖誕節啦。將臨期呢個名字嚟自拉丁文，係即將來臨嘅意思。佢喺聖誕節之前嗰4個星期，提醒信徒要準備同埋期待。不過咧，就唔係期待聖誕節點樣狂歡，而係期待主耶穌基督嘅降生。而呢個期待係充滿住盼望嘅，因為耶穌基督嚟到世上嘅主要目的就係要將人從罪裏面拯救出嚟，然後人就可以與神和好，經歷神所賜更加豐盛嘅生命。正如聖經約翰福音第10章第10節記載，耶穌話：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將臨期亦提醒信徒時常要做好準備，等候主耶穌第2次再來，將信徒接返天家，永遠享受神所賜永恆嘅生命。對於未認識主耶穌嘅人，喺預備聖誕節去邊度玩嘅同時，都可以諗下點樣趁住呢個節日嚟認識呢一位能夠帶俾人豐盛生命嘅主耶穌，以致生命活得更加有意義。嗱，呢個節期呢，仲有顏色嚟代表添嘅，就係紫色或者藍色啦。因為呢兩種顏色呢，都有莊嚴同埋期待嘅意思。將臨期嘅4個星期，每一個星期嘅主日亦有特定嘅主題，分別為神所賜嘅盼望、恩典、喜樂同埋平安。但願你哋每一位都能夠喺呢一個咁特別嘅日子，可以經歷得到。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認識主耶穌。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穌。走在高山深谷，他會伴我同行。我知道這是最美的祝福。將臨期第一個主日嘅主題係盼望，主耶穌嘅降生為人類帶嚟拯救嘅盼望。我哋可以藉住呢個時候反省自己同神嘅關係，警醒等候主耶穌再來。第二個主日嘅主題係恩典，鼓勵信徒將神嘅恩典傳俾家人同埋朋友，亦提醒我哋靠住神嘅恩典向神認罪，並且願意悔改，做一個神同人都喜悅嘅人，以清潔嘅心迎接主耶穌嘅降臨。到咗第3個主日，主題係喜樂，提醒基督徒要活出喜樂嘅生命。呢一個喜樂呢，唔係因為頭腦上知道要喜樂而做出嚟嘅，而係經歷到神，以致從心發出嘅喜樂，繼而以歡喜快樂嘅心期待耶穌基督嘅來臨。最後第4個主日嘅主題就係平安。呢一份平安唔係話身體冇病冇痛啊冇危險咁，而係講呢，縱然遇到風雨同埋困難，但係神俾人喺心裏面仍然感受到穩妥，確信神同我哋一齊，俾我哋有力量去面對挑戰，最終主必會勝過一切。聖經約翰福音第16章33節記載，耶穌鼓勵門徒話：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就算世界刮着狂風暴雨，我心仍是穩妥安舒。我能前路灰暗，憂傷困倦，你讓我站穩磐石之處。喺禮儀方面，有啲教會呢就會擺放將臨期花環，花環邊呢就圍上4支蠟燭，由第一個主日開始點着第1支，然後跟住嗰3個星期，每個星期就點着1支，表示基督嚟到嘅日子越嚟越近。花環上面呢仲有一支蠟燭，到咗12月25日聖誕凌晨嘅崇拜就會點着埋佢，象徵基督嘅光已經臨到世界。雖然唔同教會喺禮儀甚至主題上會略有不同，但係將臨期嘅總體意義就係預備好自己去紀念主耶穌基督嘅降生，同埋期待佢嘅再來。